今日咧黃德華添 Sir 咧就去幫助一啲嘅澳門市民，咁咧佢哋咧長期咧都揾唔到工作啊，同埋咧就係失業啊，唔知點算。咁我哋咧先係安排佢哋喺勞工局去登記啦，同埋咧嚟到添 Sir 嘅辦公室咧登記。你睇下成沓都係求職信啊，有成80幾個啊，我估計係唔止嘅。咁咧希望咧澳門政府啊有關當局咧可以係重視啦，咁啊增加多啲嘅就業職位，同埋咧添 Sir 咧都會去盡力咧去協助咧而家呢度咁多嘅求職者咧盡快揾到工作。添 Sir 咧盡力去幫大家咧，如果大家喺身邊咧未有揾到工咧，隨時聯絡黃德華添 Sir。澳門人加油！你喺澳門身邊都有需要幫助嘅人，喺下面留言，我黃德華添 Sir會全力支援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